義詞大家都識得唔少啦。例如，當我講勤奮，你會識得講懶惰；而當我講傲慢，你會識得講謙虛。不過，我哋喺一個句子當中，點解要用反義詞啊？有咩好處啊？好處就係咧，反義詞嘅對比鮮明，可以增強語氣啊。例如以下呢個例子：懶惰的大雄不願勤奮溫習，所以成績不理想。呢個句子中，懶惰、勤奮形成鮮明對比，我哋會明白到懶惰嘅後果係咩，而勤奮係改善情況嘅關鍵。運用反義詞喺一個句子中，仲有另一個好處㗎，就係可以讓我哋更加容易消化呢啲詞語嘅意思啊。例如傲慢，大家可能有少少難理解傲慢嘅意思，但係當我哋話傲慢即係謙虛嘅相反，咁係咪會容易一啲呢？謙虛嘅相反，例如以下句子：胖虎性格傲慢，自尊心強，常常不願意謙虛地向別人學習。哦，傲慢謙虛，如果胖虎會謙虛一啲咧，佢就唔會係而家咁傲慢咯喎。咁啊，大家咧就會比較容易理解傲慢，一啲都唔謙虛，調翻轉添啊！唔單止唔謙虛啊，仲要係好得戚。哼，我唔使學啦，我全部都識晒啦，我叻過晒你哋啦，咁樣樣嘅意思啊。最後溫書時間，以上兩組反義詞都係形容人嘅個性嘅，懶惰、勤奮、傲慢、謙虛。睇你，以下有幾個句子俾你哋馬上即刻揾出反義詞，順便溫一溫書啦。第一，祖父喜歡住在寧靜的鄉間，最怕嘈吵的環境。二，由會議開始至結束，這幾位會員都沒有說過一句話。三，我花了半天的時間，把原本凌亂的房間收拾整齊。四，所有同學都贊成小夫的建議，只有大雄反對。